耳其新开了一个中国民间组织，狡猾的中国政府在土耳其新开了一个民间组织，据说以维吾尔工商会名义下，在塔克西姆界牌的这个组织，其实为从事反东突厥说天活动。据报道，中国政府给这个组织计划了20亿美元预算。举行了多场会议，德国吕嫩灰狼组织就东突厥斯坦问题举行了宣讲会，在阿泰尤尔特志愿者组织的总部举行了关于在中国集中营被拘留的宗教人士和学者的报告会。会议上，他们的亲戚给联合国和国际人权组织提供了有关他们的证据和信息。与此同时，在人与文明组织斯屈达尔分会举行的宣讲会上，东突厥斯坦教育与协会组织主席奥古兹汉介绍了东突厥斯坦问题的最新局势。世界多国举行示威活动，聚集在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前面的数百名示威者举行游行，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政策。与此同时，在比利时伊斯兰协会的组织下，中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前面举行示威活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数百名志愿者举行游行，以抗议中国对维吾尔人的人权侵犯。以色列国旗引起注意，瓜伊多的支持者继续呼吁美国对该国进行干预。在示威活动中，以色列和美国的国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支持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并庆祝玻利瓦尔革命20周年。与此同时，反对派团体高举多国国旗进行游行，呼吁美国干涉临时总统胡安·瓜伊多的领导下的委内瑞拉。内塔尼亚胡批评伊朗试射导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试射新型导弹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尽一切可能对抗伊朗以国家安全名义所采取敌对行动。他还说，伊朗在揭开其新型巡航导弹时，就是公然表明了破坏以色列的企图。